稍嚟下個總嘅消息，從下嚟關心到嘅係，前部嘅主動到嘅有名嘅茶葉業者，連連沙沙發生嚟茶米農藥殘留超過標準嘅問題，消費者實都唔安心。頭中苗出產嘅蓬風茶係上下2公度有名，主要產區嘅農會唔但搶透過營業100嘅品鑑，來控太平上市檢驗嘅量，茶農未會列入農會設計次檢站，做好自主管理，為來保護倆好名聲，係那茶農大家面都係安樣上嘅。5月節過後就開始有好賣嘅蓬風茶，當年的新組做到歸1元嘅勝利。佢近排呢25年嘅新組驗東風名人茶評鑑比賽，唔但搶起茶農表面上嘅比賽，還係主辦單位把關茶米安全呢重有風險。茶葉嚟檢驗嘛，嗬，營養圖嗬，新組人配合農糧署嗬，去檢驗有68件，其中20件係啲比賽茶嘅檢驗嗬，像啲白蓬風茶等等啊嗬，其他48件哦是以茶工廠，還有佢做出來嘅茶廠。茶乾嗰啲嗬嚟做檢查。有抽驗網研究蓬風茶將會有安提撇嘅效面，唔過比研究茶樹會變多加農藥，加減含係外食肉嘅來防其他病蟲害。苗栗政府就規劃嘅南北外地各鄉鎮農會設農藥殘留指檢站，一啲農民來檢驗就加農藥。那目前初步規劃是會在7月28號到我們通宵來設一個這個大量型的一個檢測站。那另外未來我們也會規劃在各鄉鎮設置簡易型的這個檢測站。面對農政單位按度把關和不定期巡驗，桃園農民唔會知道飛起行動支持，希望經過農會冇就會評鑑認證過產品，消費者將使來安心。也蓬風茶也檢驗也農藥嘅問題嗬，我認為也有必要啦嗬，也係對人家茶農來講，對人消費者來講，對係一件非常應講非常好嘅一件事情。品鑑茶會去抽檢農藥殘留，我們還會在採茶期間到茶園，還有製茶廠，還有優質安全茶區去做農藥嘅殘留。面對亞北嘅近發生嘅茶米安全事件，蓬風茶主要產區桃園、新竹、韓國苗栗3個縣市農民都強烈希望大幫自主加強管理，韓國配合政府嘅檢驗機制，除外反正按多年來辛苦建立嘅蓬風茶嘅名聲，海外民眾使來安心。下個新聞，張波濤。